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1月15，旧历的12月之1，礼拜三。要过年咯，新闻一开始来看这两件，拢互人真兴奋哦。先来看彰化市的长辈时代，过年听安领一包大红包哦。这个彰化市发予全市2万外的70岁以上的长辈过年的敬老金，一个人6000块，总共发出到1亿4000多万，会当讲是全国上幸福。为着要发这条钱，警方真谨慎，野枪护草，公所嘛出动200-300个志工帮忙来算钱。一趟搁一趟的新钱对运钞车搬落来，辖区警方专程戒备。4000多万。公所动用200-300名志工点钱，6张1000块分别缀伫红包袋仔内面，拢是为着这个时刻。家姐生活你生活好好。彰化市2万多名70岁以上的长辈，一早拢摕到6000块的敬老金，当讲是全国上幸福。过年加菜还有红包给孙仔。当然彰化市有听到无？有啊，有啊。彰化市连续23档，每档发放超过1亿敬老金给长辈。虽然公所财政愈来愈困难，但是强调老人的福利免得少。靠这个停车场的收入，还有纳古塔的收入。看到长辈伫过年前领到大红包，欢喜的模样，工作人员所有辛苦嘛拢有价值。